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日福氣來呢個節目。對呢個發音社會制度啊，吼，不論係呢個信仰，也係呢個節慶習俗，大家都知講，為是苗族百姓也好，也係講要用到敬香啦，燒香了啲東西。基本日咧，呢個裏邊係來自龍潭醫院嘅老香譜哦，所以制度咧要當到大家習俗制度會用到嘅香啦、金紙啦啲，咁個其實佢哋又係有故事嘅哦。所以分享你見解裏邊其實係來自咧就老香譜研發敬香風格調價流年百姓上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桃園龍潭研發香風，我係劉延伯，大家好。分享調價，你今日啦，大家來小解讀龍潭有一件棟樓嘅老香譜，其實兩件老香譜，做啲講係家族嘅起源。意思就係講，其實可能係阿叔啦、阿伯啊，譬如說阿公階台是開始做敬香嘅生意。咁講你今日貼票咧講嘅係，到66年是開兩件老香譜，到兩下嘅兩部下開始做到兩下，你來食爸爸嘅，做啲講4年嘅老香譜，就這樣講嘛，吼。所以吼，鄉親朋友會知哦，今日你搶到嘅調價，其實兩件老香譜到龍潭已經。非常多年嘞，為50年嘞，因為66年是開到兩下嘞，好，所以基本上現在講一件事情是係講，那個老香譜到兩下，講實在話哦，頭擺大家會去苗族拜拜，初一、十五，講嘅咪有習俗，咪有節慶，錯冇？咁講兩下會遲到。要人香嘛，因為大家都咪講，我哋係傳統嘅習俗，傳統嘅從做香嘅嗰種技術，當家咪冇睇咧，因為你下屍體冇強龍咧。係，你下屍體要環保啊，你下後生人啊，屍體要都冇強用啊。咁個改變冇通道啦，差一點啦，咁講啊，要到那個小商人，還是會拜啦，會拜啦。所以你看哦，對我來講，我都會是會知道講啊，行拜啲啲技術可能會冇睇咧。咁個對你來講，因為知道，雖然講小商人好少，咁個肯係東東因為做兩件事情，因為是拜拜，有冇個變化冇？比如講，你個迎客個客群啊，有冇個變化冇？你知道，比如講會多好多。可能條話冇上多嘅人客，有啲後生人可能好少咧，你知道有冇個變化冇？多少有啦，比如講後生人條話可能冇按為接觸，唔過啲下後生人要到條話成時間冇接觸，佢啲下出社會咧，出家做跳路咧，要做業務嘅做生意嘅就可能係。就出家會接觸，可能拜拜啊、求財啊、求平安啊，嗰啲啊。就萬一係貼片問你單問題嘅，因為一般你都會講後生人，你下個後生人可能都出世啊，都出社會，佢哋可能反正，你可能你看手機啊，然後做當到佢哋想去做嘅事情，啲都好唔會接觸啲傳統嘅東西。唔過因為開始從業咧，做條路咧，其實也開始啲都會轉來請啱用嘅老香譜去賣當好嘅香啊，有冇咧了解？因為佢哋話開始講你只是可能係當從事可能擺起來，只是對佢哋嘅事業當有幫助，錯冇？好，所以電腦其實後生人會慢慢來賣咧。有幾多也會講，就一個精神層面上嘅寄託，幫助啊用啊。好，所以問一下調價，所以你哋按後生去接爸爸來飼養，你到了老香譜，睇啲來講，你就覺得性情容易係當問題，是知道講。反正阿公街台傳下來，意思想講，伊個生法是等於做啲面對當當冇強人影下做了都，用伊自家來做香了都，錯冇？錯啊，從細看有當慣勢咧啦，當習慣那樣。所以你時時有看過阿公啊、爸爸親手做了啲東西。從細有啊，我爸爸做香個工廠喺度。從細到工廠佢哋做香都解教，所以你是慢慢來提升。所以你自家也會做香，錯冇？自家會看啦，但是到挨時間都變成下專業本工，就看自家上到挨就一下
就七家來做時間，變成走向七家還冇下去做，但是原料七家配原料，那樣啊原料配好以後，交本師傅代工那樣啊，所以畢竟專業分工那樣啊。都你個服務類啊，其實你服務到當間內邊，不論係工作室的，還是工作添點了的東西，佢逐間餐廳都有一家個秘密，對不對？錯冇吼，都有一家個秘密。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就按樣個向路向不地圖，可能都現場可能冇強勢個向。其實人家有一家個秘密哦，都是有自己的秘訣，對不對？一家個，我們說快餐廳的世界又有我們自己的秘方，秘方你總得傳出去。不過其實大家可能唔知，你便宜，其實便宜是做啲賣到個向勁向嚟多東西，佢都出去形容百姓嘅些，其實人有一家個秘方，好，所以人一家個調配，一家個秘方。顧好咁嘅品質，然後再本內部嘅師傅來做代工。所以講到你係時間，你來問一下，其實做香有冇個步驟冇？做香嘅步驟，你首先你倆團嘅卡拉 OK，你個有冇個步驟？你起到都有意思，來分享嘅冇？做香嘅步驟就開始就一開始就香腳啊，先選好來，選鹹梅粉的啊，鹹梅煮的啊，咁就過來就鹽粉，清下好多嘅鹽粉，佢就唔會滷啊，味道鹹梅不記辣椒，原料的味道鹹梅不記辣椒啊，其他就是濕度啦、水度水分啊，咁就所以你會先做香腳，唔係香腳用脫角，先脫角，先買看到香腳，所以基本嘅你老杜節目地圖有本大家都看到ram片，到底你做香嘅過程很容易，所以其實嗱做底看到哇，其實你係老師傅去做香，其實咪冇咁簡單。伊辛苦哦，伊辛苦，做到貴面貴身，步伊辛苦，伊辛苦。咁你再過嚟問一下調教，所以你自己有做過冇？有教訓有學過教訓的啦，真是係做到挨了台以後就變成專業分工嘅，做香係做香啊。原料歸原料，做香歸做香咁樣啦。所以香粉嘅品質非常係重要。重要。所以問一下後簡單嘅問題，所以其實因為我冇愛用，我其實冇愛用嘅經驗，所以其實係同呢個店度賣香嘅時，會做啲精心俾你講，佢講我係品質當好嘅香，咪用因當天才賣品質當好嘅香冇？有啊，因為像。一般你來講，反正，但是香甜嘛，伊往迄個苗都是那香，伊都香勁可以50千呢，那來點錯伊是白介一種介性味。不過，其實用因較會 keep 住當好嘅健香，咪香。有啊，有到因較會專程來買好嘅香，即個我係點嘅。好，正合話像現場你是做啲看到你大都個健香冇強個色，有霧色落風色落，一般你看到像以後咖啡色，你做啲睇咗啲小計下，你都色有乜計冇強個意義。做得啦，像下挑白掉嘅時間香一開始做霧色咧，霧色嘅挑前了霧色啦，你係霧色係用竹炭粉做嘅，功用係含唔驚風，助燃，因為竹炭本身就會係助燃掉啦，過來食材入邊都做風色，風色呢係色咧，較特殊係做桃竹苗，較乾嘅較多嘅素材，哇，用較多，因為風色還比較喜氣啊，就是喜氣，看起來像很有工業嘅氣氛那樣啊，所以佢老人家下比較慣使用風色咧。不過到呢下
就了下了今年開始，前幾年就到本色啦，了很就很本色，就是下天然嘅色，向做好冇加色嘅是這那個色就係也本色對，所以一下因尤其一下因物個色嘅東西嘛好啊，點香嘅哦，崇尚係天然原味啊用啊。所以個鄉親朋友可能，當然可能你看電視先，你咪知道講哦，你睇大家都啲人因為唔啲，咁講以上其實原來冇強嘅色，冇強嘅提防用嘅東西，還有冇強嘅習慣哦，還有乜嘅故事，你聊下，等下就再嚟講。東方兒做啲繞牆來自兩灘嘅老鄉埔嘅調價哈，老大家都了解。因為呢，做埋特別今日做倆新地嘛，因為你都不論你客家人也好，你看公園為百姓、白天公，當你處於是唔該時節而去拜白公，係冇是冇強嘅習俗地都大家都會拜拜哈，燒金紙。唔過大家可能從來落唔啲講，其實大家有啲可以來當簡單嘅送地都嘅行為，其實要當到你可能唔啲帶寫地書，其實亦有意思。所以今日啊貼起來小概倆。上台節目也幫大家來看到見來走向有安樣嘅構槍，是從頭家講嘅。其實伊辛苦呢，甚至做到幾面都係分，嚇，所以你下死都冇強容咧。後生嘢係咪唔百姓咧？結果唔係哦，後生嘢可以來做事業、從業嘅世界，顛倒落去買金票。不論係咩。自信容易嘛，求一個心安。好，你上台節目講到係你現場有上咗冇強嘅香，你看有霧色有風色，基本嘅上啲講，其實佢佢都會講我哋一種本色，冇強嘅色，有冇強嘅味道，冇強嘅味道，為看你冇強嘅天氣，冇強嘅場合，為用冇強嘅景象，從冇咁做啲就都簡單啦，大家都講一下。像霧色嘅香，像霧色嘅香啊，佢係。佢嘅功能先係，譬如講，我下街下放下台，大海參，大山洞當下潮濕係用霧香，因為霧香本身冇背街係一層碳粉啊，叫佢好耐燒，係耐燒。錯冇從阿姜阿講錯，錯嘛好耐燒。佢係唔會講熄火，那風色風色在。比較屬於民俗性的，就是大家覺得它比較喜氣啦，還有過年的那個氣氛啦，對，到呢下今年本身，因為呢下大家對東西強調環保啊、天然啊，所以做香做好，冇加原料的時間，冇加色的原料時間做好的香的色就是一本色啦。好，剛剛就講你問一下，梅頭。梅頭來講，霧色的佢會較強，強樣的原料做出來，霧色的香，皮起來就會較強、較香、較濃啊。那個紅色、紅色，佢就有一點點子它自己的特殊的味道。本色就是最天然、最接近它原本的味道。OK， 好，所以鄉親朋友係講下擺係講，出去客棧係冇有機會去到海鮮嘅時，可能用緊百姓嘅時，實在嚟看一下，佢都大家香係用乜嘅色，大家就會啲講，原來其實真係冇強咯。不過講到呢一片嘅時間吼，大家要發現冇，你嚟講嘅係你嘅習俗啦，你嘅節慶為百姓，你為用到香，佢哋係應該生發地圖。未會用到，所以同埋呢個兩片，咪係基本以老鄉埔帶來，嗱係呢度嘅產品，錯冇？我似都當有意思嘅，你一陣來講，你先講了細細，當種細細嘅蚊香有冇？蚊香有冇？攀香，西攀香。咁講眼應到了解你講西攀香，你昨天好好的小解一下，你係同呢個老鄉埔是昨天賣到，好，所以呢度是有。真的是像個小禮盒強容，細禮盒強容，所以我行擺係我嗌上送禮，送本朋友，嗌下做啲賣
抓咧送禮，趕緊好好咧紹介下抓迄物嘅東西。哦，從抓下因拜拜啊、點香啊，嗰啲下某講一定來拜拜念佛安樣啊，將做咧點香啊，下講下生活化，比如講下有人泡茶啦。砍樹的世界啦，還有種不下像淨化，就會用小盤香，或者香塔啊、臥香啊，所以一天做得點幾球？像應該係2點鐘，講2點鐘，差不多1點半鐘到2點鐘之間。你係講一天還是幾全部？一天的，跟地板有2，跟地板有2片。2片，所以一片做得點到1點半鐘，到2點鐘，到2點鐘。所以因為你的意思係講，比如講你是比如你讀淨化，比如你讀佛經，然後因為對有做過，比如講你讀一本佛經，差不多一本書為1點半鐘到2點鐘，所以你是點倆，所以你要點體，所以數學讀體。就是最重要係點解係安神定性那樣。我當然地講，這是一個性情啦，所以我講講咧都有意思，係講你讀不下每天在讀佛經，每天在讀佛經，你做的那一本書上講基本也好好的讀書，只是做他們點，因為你要當講大家可能看半點鐘是沒有耐心的，是冇想去讀，所以你是用嚟當成計時器有冇？所以佢點體生意是做得出去聊。昨天樣講，昨天講哦，昨天樣講，昨天講吼，所以係講，首先係講你送禮不本，你嘅朋友嘅時間你是送禮，你知道你嘅朋友講，因為你讀書對不對？洗片哦，一篇有1.5小時，1.5小時讀2小時，所以點體成。點體時間看一看幾多書，反正你點體就做得出去聊。昨天樣講啊，應該是有都有意思誒，我起頭，你坦白係講做生意會發展安樣嘅東西，我覺得要我起頭愛。你下師徒安樣行啊，安樣講，就是你必須做一點改變，這樣子啊。我覺得我求你要相信我，你有相信愛。我覺得我都做得來發展一下，就會坦白來夯效兩家東西改時間，我們就會說這個叫做比如講就是定心停性。挺性考習用，就是或者挺性嘛，用反正就是你手部配有些裡面有一個寫一些什麼小籤詩啊，兩個東西，反正就是讀書1點半鐘，就是可以，你知道會有好的考運。對啊，比較安神定性。安神定性，然後一點開始走得出去聊一下，哇，太棒了哈！你聽你老你講的係倆，這個是向他，倆係向他，那該的功能性的比較屬於。淨化啦，就加我看淨化磁場啊，屋內淨化磁場，但是也有人拿來供佛，該時間就很短啦，差不多20分鐘到40分鐘之間啦，該時間就很短，但是該煙就會很大對不對？好，給讓好台，倆嘞，臥香，臥香呢。該功能弄該水盤香係差唔多，共用意思，只是講佢點的時間係，就是用彎啊，就是橫着點來用啦，它有佢特殊的爐器，那個爐子點。所以像啲安樣嘅香嘅時間，比如講。可以聞做啲皮都燙嘅比較淡的清香味，清香味。哦，我覺得皮還真的有淨化的感覺，因為淨化嘅感覺，很奇妙，都奇妙。你就起到係講，所以這個味道沒有很重誒，味道冇咁重誒。蟶本身的味道就下清淡啊。人家下巴同埋皮還是被超凍重，結果沒有誒，其實一燙，哈哈。所以我買些時買按用一下。昨天問一下按用一下幾多錢冇？該係下好誒，該下係500嘅，就隨稱誒。你講2下，所以2下1下500 K，按多幾？差不多
喜量差不多啊。喜量，喜量，很有意思，都有意思哎。所以俺哋下場地講哦，所以你也賣幾多量啊？賣喜量，差不多500 K， 一季做得2幾球？差不多半點鐘左右。那這很划算呢，我覺得。係講你大家用翻譯來講 CP 值都高，一季做得半點鐘，用500 K 你要做得幾年呢？如果100季就對啦，該地倍100季就該地倍。哇！這個真的，而且我根本講地講，你非常嘅好。不過到底係特別老鄉親朋友嚟問一下吼，以賣向平均動重要，用因地平均。用因地平均咯，當然我做啲問過，挑家賣個平均好好，你賣，意思。我說來賣，不過係講即個用模組，就係甘肅嘅品質，用英老大家來講。比如講品質來講，第一看香誒，有出毛、為軟毛，對，還有香地部有分手工做誒，還有機器做誒，是安陽婷婷。其他的都很簡單，其他的就是顏料啦。顏料，我做埋樣講啲冇，因為我無下有一白，為百姓的時間，都無下白天工，直到香拿出來，所以開始點香點唔錯。該可能係調色的吧。可是其實不用都無下誒，結果咧，伊去向暗沖，點都是出一半，還蠻點錯，結果點出是出安陽英婷婷，但是想講哇，因為百姓還好歹大家可能有知道你貴部行業當偏心吼，所以很係當順勢。不過你大家做咧想哦，就是你賣一下向中咧，結果你用個賴打，伊點起也是點出是出安聰婷婷，其實。也真是並唔冇害，所以其實可能賣些個香，其實已經調適咧，錯冇？係，有到可能去曬毛安照啦，做的時間看守的時間時間冇啦，蠻有可能啦。還有最主要是用的素材，可能有適當，錯冇？你看，鄉親朋友，所以賣香的時間，還得注意哦。所以品質還係非常嘅重要。還有乜個故事咧？聊下，你等下當中來講。到訪伊就喺繞場類似兩灘感應發金香紅介挑價，你大家都了解一下。哇，其實老鄉鋪挑擺可能棟棟老鄉鋪，棟棟賣香嘅，而且個人講，不過市台冇強人咧，其實棟棟可能收起來咧，不過還係要棟棟老鄉鋪係留存下來嘅，所以今日特別讓大家都了解。上台節目到大家都講嘅，其實百姓嘅香係當有學問嘅咯，因為去讀香嘅時節，其實佢香係沒有動氣，每同用音還係講比如講係沒有好燥，切唔做你賣到實體嘅，但是好唔好用，其實就啲講。算係品質唔好啦，冇法度用。不過聊天節目啦，大家都講嘅是係對呢個方言嘅習俗地圖啊，大家有啲嚇二禮拜是係中元節咧，所以到中元節是對呢方言嘅社會地圖，對客家人來講咪一件大事情。好，所以大家基本上對呢個中元普渡，大家都會拜神，所以基本上也同呢個點讀，大家當到好有意思嘅東西，做啲啦，大家都分享出冇。錯，啊從啲。中元普渡會用到的東西，建議啦，有啲企業啦，還有啲拍本。講實在話哦，挑擺啊，因為老人家喊出嘅時間，美國都係像係嗌爸爸喊出嘅時間，嗰種是百姓嘅事，只是為當講究細節，所以你當講究，大家東西係沒有準備到當好，因為大家是會知道，嗰係一件當重要嘅事情。你一下前是時代好冇強咯，你可能因為做生意來講，後生人可能會擺唔過，好冇按講究，當到嘅細節，比如講，基本是貼皮咯，鄉親們來講下，可能肯定是嘅，當到嘅阿公阿婆叔婆伯冇事會講，大家都嗌要準備啊，你都冇準備，其實冇。比如講，大家可能唔定很有準備冇，家只拍嘅東西係乜嘅？
本好兄弟，叫做兄弟姊妹，不去訴訟打扮的。訴訟打扮，對不對？訴訟打扮。係啊，你是來問，看電視界鄉親朋友，你下係個冇下還有中煙普渡，還有拜界，朋友唔定還有準備，該一地一地嘅拍分冇訴訟打扮去用嘅。上啲下係下功夫嘅，下功夫嘅人，啊還有冇還有錄音架，下功夫下。講究的人就會準備啦，就會準備什麼？好，還有後輩嘅梁坤，伊則係風色，伊則係槍色。我講實在話，我當就冇看到咧。個大家是咪都唔係啊？我哋阿冇下辦係有誒，你做啲簡單去紹介一下，個當頭人係乜解冇？你都你係當你係禁止，我就講敬意，也有人講故意啦。同樣的東西啊，敬意嘛，敬意也有人講故意，故意，好，我講你係咪客家話嘅好事？所以當條嘅圖案有乜嘅東西？比如講，第一隻係喪符，對啊，有喪符啊，有梳子，梳子，啊，還有熨斗、鞋啊、剪刀啊，傘咧啊、符啊，嗰啲所以兩種嘅色有乜嘅分別冇？挑白已經係老人家要講，什麼咧用風色，誰來用槍色。哇！不過呢一下好冇本咧，好冇本咧啊！誰來嘛就在做風扇嘛。因為我哋聊下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所以中煙普渡嘅時間。大家唔定發現，我是真的動驚奇耶，而且動驚奇耶，你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好想，所以你看到頭版講有喪服，就不你做醬醬，有冇訴訟去打扮，有鞋有剪刀，所以頭版風嘅係什麼咧？什麼咧？槍色蛇蛇啦，咁嗰啲啊大家都做得咯，你做得做風扇，什麼下做得做做槍扇，所以你看都有意思哦。咁起咧，起就是係不弄。插起嘅攏講不去看還有，我們講看兩片，把兩做當兩片嘅東西，有人到咧搶緊客吃飯啦。像招牌嘅強龍，從呢兩下招牌嘅強龍，讓你講兩邊插起，是做得搶用嚇。哇 ，OK， 所以呢下我都問一下，我從係你。講實在話，當然中煙普渡時，嘅老鄉鋪嘅生意咪要好好，冇當應來賣。係啊，當一年啲個中煙嘅港煙係嗌做合冇慳嘅。合冇慳，所以吼，到了邊喺你做啲看到傳統嘅習俗，其實係都有意思嘅。係嘛吼，好講到了邊係咩？大家是咪啲講係講，因為看今年也是播起來咧，大家是咪啲哦，人家下禮拜中煙普渡嘅時間，你係咪上嚟來上個原來你都習俗，大家可能好唔記得咧，你係講記得咧，大家係做啲來賣，所以是做啲擺，甚至做啲用吼。講到你都有意思吼，唔單像係中煙普渡了啲東西，其實現場要當到嘅敬享。你做啲老大家來紹介一下冇？哦，做得啦。一般人擺身啊，擺身就用手巾啊、天巾啊。等下手巾、天巾係該就係手巾。你啊，啊天巾，聽窗條嘅台地窗嘅。你等下講下手巾。手巾。天巾。用就擺台廟就手巾、天巾。手巾、天巾。你講台廟嘅時間。係台廟嘅時間。擺白鋼就手巾、乾巾、係街。所以你係擺白鋼。擺白鋼。哦 ，OK。擺白鋼，還有福建。係一街三種擺白鋼。你做啲擺白鋼冇？係啊，三種手巾。三種擺白鋼。下功夫已經嘛會加天巾落去。若加天巾落去，你一組天巾，還有該三種手巾、乾巾、福建，該就全部嘅神明、全部嘅台、全部嘅廟就做得用，就用三種個加很加啲，就很五色巾啦。五色巾，係，該就全部嘅神明、全部台廟
生命就全部都在用啦。那如果比較懶惰感應好耐死感應啊，反正馬家都擺些，其實本身講，跳竿愛50斤，然後你隨便拿50斤半斤，反正不論馬家心，我覺得這樣比較好，還好活哎。意思是講你擺些馬家心米都擺到咧。安尼嘛下功夫啊。好功夫。因為有啲人講，我擺北港做馬家那天講緊做天經，因為北港我都係擺北港嘅，即係北港嘛有天公路啊。嘛有擺天公啊，所以嘛是做得用啊。咁你做得簡單來講一下，大家禁止該有嘛個特別個意義冇？禁止比如用結合到溫創緊，該係也像啲下人口試啊，這考試還有求公民該就會用溫創緊，特別係擺溫創嘢嘅時間就會用該啊，用白講有白講啊，溫創有溫創啊，觀音有觀音該就該片韻字，你啊就係下傳統嘅音就擺阿公婆嘅時間來用到，不過你下人嘅習慣係改變嘅啦，你下人。音質彈音家就好拍攝那種啊哈，也係長高聲的音啊，長高聲的音，還有擺好兄弟，還有擺到好唔好的事情啊，比如講殺到啦，嚇到係用音擺音的啊，嚇咪用音質，一行音質用較少啦，到冇背還有啦，還有個。瓜子還有一點音還沒用啦，都冇下少啦。唔可能，其實我相信可能很長時間阿婆就聊落五地，當到向上音地咧，你特別到大家來講，節目最尾我都講到細故事，頭講有新加坡感音，其中一個點度咯，你買動到，所以新加坡嘅時間喊當在個來聽係冇？係啊，前幾年一隻新加坡誒來台灣聊，即家來台灣聊就自由行啦，到兩灘啦，可能去到兩灘去到太廟地拜去拜出來以後，佢講可能係譬如講，該向彌陀一號啊，佢要問給張沙講，但係要買香，話因緣際會，佢給張沙就載佢到。我路後去韓國，我就點路後到到亂問啦，就拿不去看，望不去皮去要介意，就買佢要買啲咧，買好轉去。我有想講，你係過路客廳啊，特殊。我想講佢轉去以後，過3個月半月以後，佢即刻到新加坡，打電話來聯絡啦，講。長幾個月，咁一買就買下多嘅對啦。你看咯，就咪話用呢啲係你台灣路向部嘅品質，所以佢轉移用嘅時間，就個回頭嚟聽很好多。我希望講你一時做啲，就個本大家有啲冇向嘅回憶，是啲講其實大家做到東莞嘅啲都藝術地圖，其實後邊係有當有意思嘅情嘅意義度地圖。所以今日當歡喜，又當今次跳家做到呢度啲片都大家嚟了解。哇，好，所以做不所嘅鄉親朋友哦，好，聽日下來咧，你好好咧做人堂咧。